由曼谷揸車800公里去到泰國同緬甸嘅邊境，由朝頭早揸到夜晚，就係為咗呢一期最新出廟嘅聖物。喺我啱啱到達嘅時候，已經有好多嘅村民全部過晒嚟，都希望可以恭請到呢一期嘅聖物。點解我咁執着一定要自己過去？原因就係可以第一身了解，俾到大家最精準嘅資訊，再俾師傅進行多一次嘅加持。呢一件聖物就係破爛社燕庫神靈崇橫。喺呢一條片入面，我將會介紹功效、用料同埋大家最關心嘅共金。大家請睇到最後，唔記得分享出去。燕庫係一種喺泰北納蘭嘅古老法術，亦都係泰國最古老嘅人緣法術之一，但係經常被誤解，淨係對夫妻和合有幫助。其實燕庫仲可以幫助人緣，增強個人魅力，招來生意，令到上司更加喜歡自己。呢一期燕庫有3種材質，分別係咩格士，全數製造19件，然後就係混合金屬材質，使用咗108支人緣符管作為主材料，全數製作咗99件，最後就係九寶銅材質，全數淨係做咗199件。每一件嘅底部都係由師傅親自塞入，製作咗50多年嘅人緣膏，由好多種而家已經揾唔到嘅彎料混合而成。呢一隻人緣膏係沒有任何陰料嘅。喺入料嘅過程中，師傅喺口入邊需要不停咁念誦心咒，令到每一件聖物都充滿力量，亦都係呢一期數量稀少嘅原因。如果有興趣的話，歡迎聯絡我。我係 Jack Wong，薩瓦迪卡。